今次嘅分享係到羅馬書嘅第16章，亦即係最後嘅一章。呢章經文比較長啲，同埋咧裏邊咧有好多人名啊咁樣，咁我就係盡量咧係希望可以簡略嘅讀出嚟咧，係即係精簡啲讀出嚟，就或者讀得清晰啲嗰啲名字嚇，咁就然後我哋先係有一啲嘅分享。羅馬書16章，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菲比，她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請你們為主接待她，合乎聖徒的體統。她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她，因為她素來幫助許多人，也幫助了我。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問我們所親愛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亞西亞是歸基督初結的果子。又問瑪利亞安，他為你們多受勞苦。又問我親屬與我一同坐監的安東尼古和猶尼亞安，他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裏。又問我在主裏所親愛的暗伯利安，又問在基督裏與我們同工的以巴奴，並我所親愛的士大古安。又問在基督裏經過試驗的亞比利安，問亞利多布家裏的人安。又問我親屬希羅天安，問拿其數家在主裏的人安。又問為主勞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庫撒士安。問可親愛為主多受勞苦的比色士安。又問在主蒙揀選的勞夫和他母親安，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又問亞信其土弗勒干、克米、伯羅巴、克馬，並與他們在一處的弟兄們安。又問非羅古和猶利亞、尼亞和他姊妹同阿林巴，並與他們一處的眾聖徒安。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基督的眾教會都問你們安。弟兄們，那些離開你們、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負所學的道的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侍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你們的信服已經傳於眾人，所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聽明，在惡上愚拙；在善上聰明，在惡上愚拙。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旦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和你們同在。與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親屬路求、耶孫、所西巴德問你們安。我這代筆寫信的德丟在主裏問你們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猶問你們安。城內管銀庫的以拉都和兄弟括土問你們安。唯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這奧秘如今顯明出來，並且照着永生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理。願榮耀因耶穌基督與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門。經文好多人名啊，咁我想試下咧，係將呢啲人名咧係
有少少分析。嗱，每一個名咧唔係全部一大部分咧都可以從聖經嘅其他嘅書卷使徒行傳會最多或者保羅其他書信咧都有提到好多人嘅個別啲使徒聖徒或者門徒嘅名字嘅。咁第一段落咧係大致上咧係指喺羅馬有地方嘅教會。羅馬地方教會咧，或者可以從經文裏邊佢問候問安嘅時候咧，睇出當時嘅教會咧並唔係一個好大嘅 building， 一座好大嘅禮拜堂所有嘅人都喺嗰度聚集，可能係以唔同嘅家庭為主嘅家庭教會。首先佢就提到咧有一個姊妹。呢個姊妹咧係主裏邊一個好肯侍奉好肯去探訪，好肯去唔同地方傳道嘅姊妹。咁呢個名叫菲比佢話堅革哩係另外一個教會唔係保羅所在之地，亦都唔係喺羅馬嘅，但係佢認識保羅。咁佢就推薦咧，佢話呢個菲比姊妹咧係呢個地方教會嘅女執事。咁好特別喎，點解特別提到有女執事呢個名咧？咁我相信有一啲嘅原因嘅其實執事就係執事咯，係嘛？咁佢係喺個教會地方教會係被選出嚟、被按立出嚟嘅執事。不過佢就提醒咧，佢話因為佢唔係喺佢本地教會，啲人唔熟悉佢咁但係咧呢個菲比姊妹咧係要去到羅馬呢個教會去探訪又好，去傳道又好做宣教士又好保羅冇好仔細嘅言明，但係保羅就推薦佢佢話呢個女執事當然佢係女性咧，咁你哋接待佢就要有啲特別嘅準備啦，係嘛？所以咧接待佢要合乎聖徒嘅體統，同埋咧佢並唔係一個普普通通嘅一個信徒佢喺主嘅事工上邊咧係好有力量，好幫助人探訪又好，無論傳福音又好甚至喺佢本地教會幫助好多人保羅自己喺嗰度侍奉嘅時候，亦都得到佢嘅幫助，所以個推薦好重要咁所以女執事唔係個特別嘅 title， 只不過指出咧佢係執事喺唔同嘅地方教會會有執事咁就執事亦都可以係姊妹雖然同使徒行傳第一段嘅7位執事咧都係弟兄嘅咁但係咧後來係有啦變咗有女嘅執事出現啦。第3節開始，百基拉和亞居拉呢兩夫婦係一特別嘅夫婦。如果你讀使徒行傳，你會非常嘅認識佢我哋就稍為係即係睇一睇嘅經文就係喺使徒行傳第18章第2節第3節有講到亞基拉同埋百基拉和亞居拉哥林多前書嘅16章19節都有提到佢哋事工。好，保羅遇到佢哋咧係因為保羅經過呢個教會地方教會，佢就認識咗呢個百基拉和亞居拉，並且唔單止認識佢哋保羅嗰陣時有需要咧，佢話咁啦我哋咧係有一個小生意，你兩夫婦咧係做生意嘅。佢做咩生意咧？其實佢就係做一個織帳棚。咁點解織帳棚咧係好重要嘅事工咧？因為當時嘅人要去旅行
或者要去船渡或者去邊度都好啦，要騎馬又好，無論係行路又好，或者有其他嘅驢仔啊，同佢孭行李又好啦，佢哋唔係到處都好容易揾到客棧，亦都唔係一定有錢去住客棧嘅。咁所以咧，佢哋自己隨身係攜帶一個帳篷、一個帳幕，或者今日我哋去露營，你知道係講乜嘢啦？咁但係咧，當時咧最合適使用嘅係佢哋用一啲最好嘅就係用駱駝毛用一啲動物嘅毛去編成線，然後織，就將嗰啲煎成塊氈咁嘅東西。呢啲氈咧係用啲氈嘅材料咧，就變咗帳篷呢個帳幕嘅布料。然後加上其他嘢啦，或者加一啲嘅木條或者乜嘢咧去支撐住佢，咁你可以夜晚瞓覺。個好處就係咧，織咗上嚟嘅時候好順密嘅織上去，就落雨都唔怕嘅落雨佢唔過水嘅而且係好輕便可以攜帶嘅，而且好似一張氈咁包住晒個帳篷咧，係暖嘅夜晚黑咧喺曠野嘅地方咧都會有一個溫暖嘅地方。咁佢哋呢個生意咧係幫助保羅，因為保羅話我唔想靠人因為當時啲教會又好細，佢哋開始嘅時候咁就佢就亦都係幫手去做呢個生意織呢個帳篷，織個帳篷咧就有人工。呢個係個特點嚟嘅。嗱，點解我哋提出呢啲樣咧？喺《使徒行傳》裏邊咧就出現咗呢一個嘅字眼叫 tent makers， 係織帳篷嘅人。而織帳篷咧亦都係保羅一個代表性嘅。佢就話有啲嘅傳道人，有啲嘅宣教士因為佢需要生活，個生活咧佢哋係用一個好勞苦功高嘅方法，係自己賺自己嘅錢去供養自己嘅事工供養自己嘅生活。保羅咧係可能一個非常 skillful 嘅變成一個相當好有能力有呢個好嘅做呢個織帳篷係好好嘅事工係一個好好嘅技工咁佢甚至織出嚟嘅嘢咧，佢賣到多錢咧，佢有時有多餘嘅錢，佢都幫助同佢做宣教做同工嘅人嘅生活嘅需要呢個好難得我哋今日好多人係我哋帶職侍奉所以從《使徒行傳》嘅呢個記錄同呢一個嘅榜樣，我哋睇到我哋好多時話我帶職侍奉我係教會嘅即係一個侍奉嘅弟兄姊妹啫但係我帶職侍奉我唔認為我自己係一個所謂平信徒，我認為我自己可以成為呢個 tent maker， 織帳篷嘅人，係用我哋嘅職業去服侍神。好，亞基拉同百基拉咧係有一個特點，佢去到嘅所在地，佢遇到保羅信咗主之後，佢認為福音係好重要，佢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哋設立一個家庭嘅教會叫人去聚集，叫人去喺嗰度信主敬拜。咁就唔單止係咁佢亦都係覺得佢哋做嘅事工咧，唔係局限於一度佢哋又搬到去邊度喺亞洲去到歐洲，就去咗羅馬。咁你好特別即係保羅就寫信咧，提一個家庭去提咧，就係提到羅馬裏邊亞基拉和百基拉和亞居拉呢兩夫婦嘅家庭嘅教會，就問他們家中的教會安嘛。第5節係咁咯然後咧喺嗰度聚集喺同佢一齊同工嘅有好多人以巴尼土啦，亞西亞係初熟嘅果子啦，瑪利亞啦一個姊妹啦，好勞苦同埋咧
又話第7節有一個特別嘅名義出現啦，有親屬，有親屬同佢一齊坐監，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呢兩個人咧喺保羅喺其他嘅地方咧，因為主受苦傳福音緣故咧，俾人捉過去坐監嚇。咁就點解又提到有親屬咧？咁呢個係喺羅馬書第16章一個比較上特別啲嘅方式嚇。就保羅就唔話佢哋都係猶太人，又唔話呢班人咧係外邦人，佢唔係咁區分。然後喺熟悉嘅圈子裏邊咧，佢就同佢講：呢個咧同我個關係咧係我嘅鄉親父老。我哋中文就明白啲啦嚇。呢個咧係我同鄉嚟嘅，即係比較上有一個親戚血緣係中國人，係呢個猶太人有呢個嘅關係，但係佢哋都係基督徒咁就即係有一個咁嘅提出呢個名稱親屬，唔一定係保羅自己嘅親戚即係唔一定係佢媽媽嘅親戚，唔一定係佢爸爸嘅親戚然後咧又提到有使徒中有名望喎，就比我先在基督裏。咦？以前嘅使徒唔係喺耶穌在地上傳道時候已經選咗12個使徒，12個使徒裏邊有一個唔見咗嗰個，你知道邊個係猶大嚇？猶大就不能再列在使徒之中啦，因為佢出賣咗耶穌，並且後來自殺死咗。咁後來亦都有加上馬提亞咁呢批係即係公認嘅使徒。咁但係呢度無端端又話喺使徒中有名望嘅，亦都即係冒出多2個阿多尼古同猶利亞咧。保羅呢度嘅意思咧，唔係直接話係耶穌揀嗰12個，然後後來少咗一個再選多一個出嚟，唔係咁嘅意思。即係當時嘅教會裏邊第1世紀嘅教會。第一個喺羅馬，唔係第一個喺耶路撒冷嘅教會裏邊當然有使徒，但係咧除此之外咧，你要記得當時佢哋要選多一個人投票佢做補上呢個第12個使徒嘅職位，係馬提亞啊嘛。咁佢哋要揾人啦，即係要喺當時耶穌傳道之中有好多個門徒好可能係70幾個人嘅裏邊有提到跟住佢出去傳道啊，亦都係70幾個裏邊之外，仲有咧有300幾個咧係成日嚟聽道理，成日跟住耶穌出入嘅到後來咧喺教會知道主復活嘅時候，佢哋都曾經見過耶穌喺復活後嘅一個出現對，喺佢哋聚會當中，一個大聚會裏邊咧一共可能多到成500人見過耶穌。可能呢批人咧就係列喺呢啲嘅同耶穌喺地上侍奉最親近嘅門徒之中咁所以佢就話佢哋係比我先在基督裏啦，因為保羅係以後佢大馬色路上親自見到主同佢顯現，咁就先信耶穌啦。第一，同埋咧呢批嘅門徒中老資格嘅，佢就尊稱佢哋都係使徒嗰批人嘅資歷咁樣好，咁就我就係咁樣去理解呢個第7節啦。咁亦都有其他人咧係去咗羅馬，暗伯利安啦，同埋咧就基督與我們同工咧，以巴奴所親愛的士大古然後咧有基督經過試驗咧就亞比利安呢幾個名咧就有少少呢個特別嘅，佢呢啲人嘅人名係
似乎推斷咧就係一啲做奴僕嘅人咧改呢啲名，改呢啲名我哋可以話當時咧奴僕之中咧佢本來冇名嘅，或者佢個名係一啲外邦嘅人嘅名嘅，咁唔熟唔叫得熟唔叫得順口咁所以咧買佢翻嚟做奴僕嘅主人咧就起個名啦咁所以咧就呢啲名咧係即係佢推斷係一啲即係本來係有錢人家裏邊嘅啲奴僕，而家都成為主嘅僕人，同基督裏邊同佢同工，同保羅一齊同工，因為佢已經信咗耶穌。又問亞利多布家裏的人安。有可能咧呢個亞利多布係有錢人佢亦都係信咗耶穌佢亦都係同呢啲以巴奴士大古亞比利咧係同一批人嚟嘅，或者跟過佢做過佢嘅家裏邊嘅工人咁。亞利多布咧有推算就係話，可能當時呢個耶穌在世嘅時候有一個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 呢個大希律王喺嗰度咧就擁有好多封地。嗰大希律王之後有仔嘅，有幾個仔都係叫希律王即係唔好搞錯咁就可能係大希律皇室裏邊嘅孫都唔定呢個亞利多布就有其他人啦希羅天拿其數呢啲人咧都係啲有錢人嘅屋企人都唔定。12節，為主勞苦是非拿士，是父撒士，仲有比色士，呢三個都係姊妹。呢三個姊妹咧都係點為主勞苦佢哋都係喺教會裏邊多有侍奉佢哋好可能係寡婦都唔定所以佢就係是非拿士是父撒士咁叫佢個名。另外有一個特別嘅家庭保羅係紀念嘅，佢話在主蒙揀選的魯孚呢位弟兄咧係好重要嘅人嚟嘅。點解咧？如果有人查考就話係馬可福音15章第2節咧，有一個西門嘅人，呢個西門嘅人咧係無端端係捉咗佢去為主最後一段嘅時候咧背十字架嘅。佢可能當時唔係認識主，但係咧就俾羅馬兵丁拉佢。耶穌行唔喐咧，即係上唔到去各各他度去釘佢嘛，因為自己背負住十字架。好啦，暫時拉個人拉咗呢個西門咧，係代耶穌去背十字架。咁背咗一段路就放翻佢啦，但係呢個西門咧，可能因此見到耶穌，見到佢係為百姓受苦，又記得可能呢個就係先知所講嘅受苦嘅彌賽亞，見到佢喺十字架上係一個奇蹟佢係為呢個強盜係赦罪，為眾人祈求為眾人唔知嘅罪佢哋唔知道做什麼都係求天父係赦免佢哋。佢睇到呢個咁大嘅恩典時候，西門就信咗主。咁嘅時候咧，佢仲有一個仔叫做魯孚咁同佢嘅家庭係一個好親密嘅關係而咧佢嘅母親亦都同保羅好有關係。佢因為咧，保羅遇見佢哋嘅時候呢個魯孚嘅母親係好幫到保羅，幫助佢，所以保羅同呢個魯孚同佢屋企人咧係一個好有呢個特殊關係，即係好有甚至有親情嘅咁樣嘅關係嘅家庭。所以甚至佢話佢個媽媽佢幫我好多，好愛我，所以咧佢嘅母親就是我嘅母親。好，咁然後咧就問候咯，又問候，繼續問候亞信其士
弗勒干、赫米巴、伯羅巴、赫馬，他們一處嘅弟兄啊。然後咧就有一堆人咧，菲羅羅古、尤利亞和他姊妹亞林巴，他們一處眾聖徒安。嗱，呢批人咧冇乜特別嘅名咧，係揾得到考證嘅嚇。但係從此我哋會知道咧，原來保羅先向羅馬嘅基督徒問安喎。咁其中咧佢就一批人佢自己係好 personal 識得嘅咧，就係亞基拉、百基拉嗰個家庭教會。另外一批咧，就可能有另外一批嘅嘅家庭咧，係有個家庭教會。咁呢批人係嗰度嗰啲人，但係保羅都知道佢哋嘅名嚇，佢哋咧都係紀念佢嚇。雖然同佢未必係好熟。咁下半段咧就係17節嘅人啦，先係向就喺羅馬嘅幾個唔同嘅家庭教會去問安，然後咧邊個問佢哋安咧？咁就保羅就代表我哋而家同我一齊傳道嘅人啊。17到20節就提醒就小心喺末世嘅時候有一批人咧係傳假嘅福音，或者有批人咧係混走咗教會咧，係離間弟兄叫佢哋跌倒或者佢傳一啲係背負所學之道呢啲係大致上係乜嘢咧？保羅係當時斥責嘅唔好嘅就係話唔係淨係靠信而得救，要靠行割禮。呢啲係行割禮派啦，猶太教嘅規條啦，要守節期啦，呢啲嘢保羅都係反對嘅。咁就提醒佢哋咧，唔好小心，唔好讓呢啲人係入咗教會傳一啲假嘅嘢。21節到24節就話，同我同工提摩太，我的親屬路求耶孫所西巴德，即係亦都係呢個猶太人嘅同工啦就代筆寫信嘅德雕因為保羅嗰陣時隻眼唔好啦佢哋知道即係好多時咧保羅有啲書信咧係要讀出嚟講出嚟口傳出嚟，就有人同佢寫嘅有一個secretary 有一個秘書同佢抄寫咁就接待全教會的該猶。呢個該猶好特別嘅人估計佢係有好好嘅家庭，同埋咧係有啲錢嘅咁佢變咗咧就喺唔單止接待保羅接待佢嘅同工甚至咧佢話全教會即係教會有啲咩嘢需要呢個該猶咧都肯接待教會探訪嘅人喺第二個地方嚟探訪教會嘅人嚟探訪教會嘅一啲嘅外來嘅使徒、外來嘅傳道人好慷慨去接待佢哋。另外咧有一個城內管銀庫嘅以拉都和弟兄括禱問你們安。咁話咦管銀庫呢啲人係有錢人嚟嘅喎。當然因為保羅唔係淨係話佢係有錢人佢係可能係一個已經係好好嘅基督徒喺個地方係有名望有個地方係用佢哋嘅身份或者用佢哋嘅金錢都係支持教會。25到27節係一個總結嚟嘅保羅係好着重佢所到嘅地方喺邊度傳道，喺邊度建立人同人嘅關係，喺邊度都用佢自己嘅從神所得嚟嘅信息係毫無嘅吝嗇嘅用盡佢嘅資源，用盡佢嘅力量去傳呢個福音將福音係傳開，建立教會。到一個時期時機成熟嘅時候，神又帶領佢去第二個地方傳道，第二個地方建立教會，去第二個地方係開始新嘅事工呢個就係保羅做使徒佢嘅行程，佢嘅宣教佢嘅建立教會開荒
呢啲一切嘅事工都係喺佢嘅書信裏邊好明顯嘅顯出嚟。所以個結論咧就話，唯有神照我所傳的福音所講的耶穌基督，照永遠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離開呢啲教會嘅時候，或者未到呢啲教會嘅時候，佢都係有個堅固嘅話語，一個支持嘅話語，鞏固佢哋信心話語。嗱，呢度特別就話，神照我所傳的福音喎，點解係保羅傳嘅福音先至好勁咧？或者所講嘅耶穌基督咧？唔係淨係保羅先至有呢個專利權，而係咧佢係比對咩啊？上邊有啲人咧傳道咧係假嘅。佢哋傳嘅嘢咧，唔係為住神嘅福音啊！佢呢啲人咧係叫人跌倒嘅啊，要背負所學之道，係呢啲旁門左道嚟嘅啊！呢啲人嘅動機嘅用心咧係點啊？服自己嘅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老實人的心。喂，點解要服自己嘅肚腹咧？嚇！原來今個時代咧，你會發現咧嚇，有某一啲傳道嘅機構或者有一啲傳道嘅事工啊，用網上又好，用電視又好嚇，佢哋呢個教會好富有喎啊！佢哋呢個教會好大嘅啊，聚會咧幾萬人嘅，可以用一個大型嘅球場咧去傳福音，去講道，每個主日啊，有幾百架巴士嘅裝嗰啲信徒咧，係遠啲嘅地方都去到嗰個地方啊，泊好咗啲巴士之後先俾佢哋入去聽呢個道理嘅。嗱，呢個唔係唔好，大嘅教會唔係唔好，但係咧你會發覺，如果呢個教會係某個教會好大啊，佢傳嘅福音第一要問係咪純正先。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佢哋係咪有好多錢？好多錢之後咧，啲錢用咗喺邊度？有冇交代？呢個好緊要啊！如果教會得到神嘅恩典，教會弟兄姊妹好愛主，好多個奉獻喺教會裏邊，教會冇人 report 冇嗰個透明度，唔 report 到啲收入去邊度嚟啊？啲收入咧嚟咗之後去咗邊度啊？有冇一個收支嘅預算啊？每一年去睇睇個收支嘅預算，每年去睇睇有冇蝕錢定賺錢。嗱，呢啲都要有 reporting。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道係點樣服侍神，係咪咧？所以係提醒我哋真理嘅教會行出真理。咁呢啲奧秘顯明出嚟咧，按照永生嘅命名，藉眾先知嘅書指示萬民，只係信服真道。教會有資源，個目標係傳道，向呢個所有萬民叫佢哋傳道，向佢哋傳道支持宣教。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於全一全智嘅真神，直到永遠。阿門。呢個保羅嘅祈求，亦都係成卷書一氣呵成，由頭到尾，保羅都係俾我哋一個好堅固嘅概念。個概念係乜嘢咧？佢係被揀選出嚟就係傳主嘅道。唔好理個 title，個 title 咧就有人仲話保羅係咪真嘅使徒保羅喺第一章度解釋唔係我要嘅，係神俾我嘅，係主耶穌呼召我嘅咁但係呢個 title 咧，你知道就最好，唔知道亦都冇緊要，因為喺其中咧，第一佢解釋耶穌基督嘅真理係因信而稱義，因信稱義以後每一個人有個生命上嘅改變做咗基督徒有生命上嘅改變，就應該睇到有啲乜嘢有咩改變佢嘅行為，佢嘅動機，佢人生目標所以到第12章嘅時候咧，我搞清楚我哋同神嘅關係，搞清楚我哋同罪嘅關係，搞清楚我哋對救恩嘅關係，我哋如何委身去福音我哋如何咧要傳福音我哋要因信稱義，並要因信而行義12章嘅時候叫我哋咧係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然後到後來咧講一啲係好特別嘅教導，喺個教導唔係一啲嘅
神學嘅道理啊，係神學嘅真理以後咧，係帶出生活上邊一啲嘅正式嘅見證、正式嘅真理。咁呢啲係好順理成章嘅，一步一步將保羅嘅傳道大計、人生大計，保羅去到邊度？想去西班牙。最後嘅最終目標，佢認為咧，當時佢哋所知道嘅地理版圖就係去到西班牙呢個地方，係最偏遠嘅羅馬帝國嘅最西邊嘅地方。佢要去呢度傳道，並且傳道嘅時候咧，佢順路係經過羅馬咁所以寫呢封信嘅時候你睇到佢何等偉大嘅計劃，何等偉大嘅傳福音嘅志向。我哋到呢度為止。